海基会今仔举办中国台商的春节活动哦，有台商代表是表示讲，无应该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到两岸的交流，嘛强调讲两岸应该加强合作，做伙来发挥国际影响力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是真感谢讲，这台商愿意返来台湾投资，嘛肯定因对台湾经济的贡献，嘛希望讲台商哦会当为两岸和平来打拼。现场气氛真热闹，各地台商组织做伙。海基会昨日伫圆山饭店举行大陆台商的春节活动，希望台商会当协助两岸更较密切的经贸交流。台商代表建议，无希望用意识形态限制两岸交流，希望两边的领导人拢爱甲口啊愈放愈灵，安尼才当有助两边的经贸发展。我们希望两岸领导人有智慧。把这个紧箍越来越松，能够加强两岸深度、能够密集的合作，创造两岸人民百姓的生活。简定在嘛表示，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，拢因为疫情甲环境的变化造成恶化，这是正自然的趋势。调整经济范围这个问题，一寡台商已经伫努力，甲真需要劳力的产业转型做智慧经济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希望台商会当成为两岸和平的润骨剂。各地台商的会长也可以帮忙转达，对两岸好的话，不要去破坏现有的现状。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，我们从未停下脚步，持续的寻求两岸对话的可能。各位台商朋友，都是台湾走向世界以及维持两岸和平的重要的伙伴。王美花原来感谢台商愿意返来台湾投资，对台湾经济有重大贡献，也是予台湾伫全球 AI 的竞争发展占一个重要地位的贡献。未来会持续协助台商返来台湾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